劳工局今年上届大地发表成果，包括率先全国成立单市职业安全健康处，落实劳动检查，维护劳工职场的健康。另外，持续整合专业工会甲职工，替弱势家庭来维修厝内。今年到24户，而且嘛将这款做甘心的台南经验，甲其他县市分享。今年一共完成了24户这样的一个房屋修缮，比如需要的志工朋友相挺做伙，参咱的材料钱，把咱所有的好朋友相挺小额捐款，我们这样相挺做伙来塑造我们这些劳工伙伴，让他有安居乐业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另外一个部分，咱今年嘛伫咱副总统的促成，伫市长带领之下，嘛把咱台南加好的这个爱心，我们水平展开到屏东、高雄、嘉义、云林，我们服务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去。全台市人口数来到188万，其中劳工局推动创意就业普朗会甲多元就业服务，伫今年顶半年，包括劳动参与的比例62.4%是6度上悬，而失业率3.8%则是6度上低。这款抢眼数据，劳工局长伫年尾联合发表会中，嘛一一甲市民分享。台南新闻郭文吉、何乔邦采访报道。